棒球经典赛第二大战，日本派大谷翔平共第一棒做先锋，咱王牌投手郑和军领队赢战强敌。中东战争恐惊冲击能源，经济部表示，天然气至少有11天的扩大，小土炭发电是最后的手段。韩国团体 BTS 年底要来高雄开演唱会，即马真侪饭店已经订满，说讲有饭店无甲人客通知，就甲订房促销。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 AM 新闻，我是曹欣。今日第9播73点，收伫咧33599点。分析师就表示讲哦，美国甲以色列联合拍移动，也有美国4大指数来影响。第9这礼拜4大起落指数拢做超过1800点。台股初六开盘也是加无稳定，一度大落350点，10点过了后开始拱起来。尽管一度有起来，不过起势无多动久，又搁落落去。就安尼起起落落，市场观察气氛真高，中场是落73点，收伫33599点，新高单是6311亿。台股明显开低，主要的因素还是在于说昨天的美股是收黑的，美债殖利率快速攀高，再加上油价也是来到了一个相对高的一个位置。那虽然今天油价开盘之后有回档但是在这种氛围之下的话，今天台股还是明显开低。专家讲，受到国际建数甲美国4大指数受恶影响，台股这礼拜出现起落真大情形，8日起连续3个交易日大落，总计3天大落，即要挖2600点，初时也写下史上第3大一天盘上侪点的记录，加在初5大起844点。不过初六盘中又搁起起落落，无稳定，尾也是落73点，这礼拜指数总计落超过1800点。由中东战事造成油价起价，引发通货膨胀疑问。行政院主计总处初六公布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顶个月起0.64%，主要是因为农历过年旅游团会展5、6介绍起价这因素。不过外界烦恼讲战争时间也拖长，油价也是真悬，恐惊也有整体物价也较贵。政府会确保国内能源的供应不中断、不量缩，以降低国际油气价格的冲击，可以确保国内物价稳定。今日汇市方面，新台币对美金早盘8贬值1角，盘中一度升到31块6角4，中场收伫31块6角7分8。中央银行外汇局认为上大无稳定已经结束，除非基本面有大变化，若无袂连续，起起落落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天然气爱靠进口，大约3成是对卡达来。不过，即马中东伫咧战争，荷姆兹海峡受到阻碍，恐惊是会冲击能源。也经济部表示讲，天然气至少有11天的扩大。也经济若真正有够歹哦，部长蒋明鑫强调讲，小土炭发电是最后的手段。中东也搁咧战，荷姆兹海峡运输受阻碍，引起全球能源欠缺。台湾天然气真倚靠进口，差不多有8成用伫发电。经济部算出天然气度比至少11天符合法定标准。不过，经济部长蒋明鑫初5讲，燃煤发电会做最后手段，也引起关心。院长，4月会启动燃煤发电吗？院长，民众党刚刚对你提出这个谴责应的措施，我们都会预先做好严谨的准备规划，但随着情势的发展，一定采取最严谨、最专业，而且大家最能够接受的方式。全台湾燃煤发电机组，北部有南口电厂，中部有台中电厂，南部兴达电厂、大拿电厂，东部有和平电厂。若做天然气供应较严，中央研究增加南口、大拿、台中加兴达4个电厂加入，启动备用电力运营。不过，经明鑫讲，中东各位天然气占比已经部分转向美国。不管是提前调货也好，或者是在市场现货市场买，希望把那个30%把它补起来。这个才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经济部讲已经有调到，毋是中东的来自源，准讲会用到最后手段扩大燃煤发电，上紧卖伫无控为贵、法规限制的4月，到时阵会看情况再来考虑。会密切注意，如果说燃煤开始要启动的时候，它的空污的改善措施，那我们会要求台电能够做好它该有的责任。立委嘛关心核三电开的进度，蒋明鑫讲，自主安全检查已经开始进行，核三再运转计划是预定月底送到核安会审查。再运转的计划，我们今年就是这个月的月底
就会送给这个海安会。又要进去了嘛，还要去审查。对，再运转计划这2个 OK 已经开始同时进行。金明兴嘛讲，昔日燃料棒搭设底船也搁伫起，需要等燃料棒提出来再进行自主检查，时间会小前延。经济部盘点国内能源供应情形，目前就由除备至少90天，火炭30天，天然气至少11天，拢符合法规标准。已经请石油公司提高油气存量水准，逐天换新存量甲存期的资料。记者采访报道。来讲，中国军机一直交了咱台湾，不过对2月27开始到今仔早起6点是拢无动静。专家就分析讲说落来，川普要建议习近平也美国和以色列立下伊朗，中国伫咧开2会，可能拢是原因。公司要将车落落到江南广播区里出现伫台海空袭的美国军机，同时中共空军也讲话咯。这可能是攻击继军舰港了后出现台海，因为对2月27到7早6点为止，国防部就查到空飘的机啊，甲强南侵了台湾，攻击是已经过8天无出现任何一只，创下近年来纪录。不过国防部长郭立勇指出，每天有5只以上强南伫台海适可有影射来射去，显示中方想要甲台海来水化发动前行动并无消息。共机没有来，但是要注意到的共舰还是围绕在我们的附近啊，每天都至少5艘以上。中国它长期的这个共舰维持在台海的周边，然后共机不断的越过中线，这些相关都在营造这个台海内水化的这种的一种法律战。我想这个法律战到今天并没有停歇。不过，攻击减少活动的状况真罕哩快，也引发外界猜测，是因为时间点拄好随美国甲以色列对伊朗开战前一天。外国媒体路透社是引用咱方官员讲法，分析北京正伫重新调整对台湾施加压力的策略，也是为着这笔交的川协会营造爱护和平的假象。有点向美国显示说，他并不是麻烦制造者，或者是并不是会挑起台海的冲突。这不管叫战略收缩，或者是他的保持静音模式，其实目的都是一样的。千万不要说他几天没有出海到台湾，他认为说他的政策已经改变。学者认为，亲像川协会，也个美国以色列甲伊朗的相战，也是中共才伫进行2会，也个进行是军兵对军方的整顿，拢是攻击最近无出海可能原因。不过，伫中共对台野心不变之下，台湾绝对袂使因此来放松。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世界棒球经典赛，台湾拄则伫6点开始甲日本拍，即马日本是摕到11分，暂时领先。请观众朋友继续为咱台湾队応援。台湾队长陈家宪下晡同款是出现伫东京巨蛋的正外野，但是在战进前的赛前练习，因为出身球造成骨头逼起的倒枕头已经包起来。虽然讲会当挂手落但是会当看到受伤的肩仔对手落伸出来，伊有当时会去看，因为有伤势，伊猜若是无排入比赛的先发名单，伊讲是真唔甘愿，因为伊真正就想要和日本的投手3分优胜来对决。我很不甘心我所很不甘心的是，当然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我受了伤，我的个性一定会努力的去试。那我很期待我明天跟后天，然后有机会能够上场去表现。虽然对象嘛是要上场练习，就是要和团队做伙，但家很展现有机会，就希望会当上场的强烈企图心，因为伊无想要辜负球迷，但是嘛尊重总教练的安排。不想要辜负远从台湾来的球迷们，然后对我们的期待。但我相信教练团有他的考量，有他的安排。我也不希望我这么自私的行为，然后影响到团队。所以这一切我是很想上，但我觉得一切还是经由防护员，然后教练团，然后去做考量。因为毕竟这是国家大事，这不是我自己母球队的事情。伫场外，伫比赛进前几点钟，都一大堆球迷来到这，互球场外口的人是吵。台湾有球迷讲，本来是大国相平的马将，但是今仔日暂时唔是但是台前要全力支持台湾队，阁有国小的学生和妈妈做伙举老师室内的标语，讲为着经典赛拄开学，就请假1礼拜来日本。他都在饭店，晚上都要写作业。这么辛苦。那你有没有最喜欢的球员？我最喜欢大谷翔平哦，吉利吉咯，广冠，乐观的看待这个比赛，对，继续加油。输了没关系，下次再努力。今天不会输，
台日大战之前呢，我们在东京巨蛋的外面已经聚集非常多的球迷，有日本的球迷，也有台湾的球迷。其实大家的这个心情都有一点纠结跟复杂，因为台湾跟日本是好朋友。那有的台湾的球迷是穿上日本的球衣，也有日本的球迷穿上台湾队的球衣。有两个日本的球迷是穿台湾队的球衫，其中有一个讲伊上介意的球员就是江坤宇，佮当场跳跃学演舞。既然安尼，伫台日大战，伊到底要支持对一队？応援。ジャパン。ジャパン台湾。ジャパン。50-50。伫台湾球员练习了后，就改换日本队去咧练习，真罕呢会当看到一大堆名星选手无随离开，徛伫场边看因真介意的球员来练习。真受注意的球星大个伤病，即摆是担任指定打击，跟第一棒的重任。即阵东家巨蛋是每一场票拢卖了了，球迷嘛拢拼全力要替因支持的球队来応援加油。记者东京综合报道。来讲，一个查某人，伊性侵至少30个查某囡仔，抑搁甲人录影，有6800外支性影像。即马，云林地方法院一审判21档有期徒刑，专案也会当上诉。一个台南姓吴的查甫人，为2016年到2024年，用社群、交友软体等活动，强迫30个查某囡仔，骗因摄影，佮甲因侮辱。云林地方法院一审判21档有期徒刑，专案也可以当上诉。被告算是坦诚犯行哦，但是我们有考量到本案的这个被害人人数高达30人那犯罪时间非常长，而且被告的行为还拍摄了非常多的私密的性影像那我想这个对于整个被害人来说，身心的发展影响非常大。合议庭认为，这个被害人足侪拢是14到16岁的青少女，身心也未发育成熟。被告利用付费摄影来甲因成，佮甲因侵害，这款行为伫咧刑度是袂当放任，所以一审判重刑。有被害者的家属就讲，希望判愈重愈好。我们是觉得如果可以，就是判决更久更好，因为其实蛮多真的是不要单独同刑，那因为单独同刑就是说，那个当然包括有时候我们之前看到，有时候会有这个下药失去这个意识的一个情形。立宪基金会表示，有足侪查某囡仔想要做明星，私底下接受室内摄影。不过，若是无经过事前的沟通，就一个人去摄影，就有可能就变作是下手的目标。上好先签订契约，保护家己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看到台中沙鹿顶南路今仔透早有一台修理车驶真凶全失去控制，弄11台车。也这个领事的人驾车放咧全绕跑，即马警方当咧追查。也伫咧宜兰早暗有人假毒驶车撞人殴倒，佮去牵连着6台车，是造成1个人死亡，3人受伤。黑色旅行车对后壁弄着等红灯的小货车，摔落来失控，弄对边仔规排乌托摆。台中市沙鹿区顶南路，车了半暝1点左右发生交通事故，肇事的驾驶车等下做走，附近的住户失去弄着的声惊甲精神。走去啊，听讲走去啊。我倒来啊，规路我倒2、3台啊。拢去迄边遐。肇事的车辆车头拢甲歹去，佮青白烟。消防队得到通报到场灌水降温，小货车46岁姓杨的驾驶，规身躯切弄伤送病院。路边有10台乌托邦轰弄着。警方表示，吊监视器已经锁定肇事者的身份，赛车肇事使人伤害逃走，会面对6个月到5档有期徒刑，后续会移送地检署办理。驾驶肇事后徒步离开现场，已锁定该名男子身份，后续将依相关事证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宜兰市中山路甲幸福路口，初5暗时8点外嘛发生重大车祸，一台白色轿车弄着头前停当红灯的银色轿车，2台车是弄甲飞出去，轰弄的银色轿车佮冲去头前，弄头前停当红灯的车辆。真的是一瞬间，因为我在停红灯，我就想说后面怎么那个声音忽然很大，就是我没听过的声音，忽然就这样巨响，结果那个车就用飞的飞过来，我也来不及闪。警方调查白色轿车先弄到银色的轿车，佮冲去弄6台停单红灯，甲停伫路边的汽机车。银色车主59岁姓曾的驾驶送医急救，宣告死亡。另外有3个人受伤。白车23岁姓林的驾驶是涉嫌假毒驶车。警消后报到场，立即将伤者送医救治，并对相关驾驶实施吐气酒测，均无酒精反应，为白色自小客车驾驶者。经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后呈阳性反应，并于该车内查获依托米脂。
这件车祸造成严重的伤亡。死者姓曾的驾驶是一名国小老师，学校得到消息非常惊吓，肇事姓林的查甫互查出有毒品的前科，这届又搁互查到伫车顶有毒品依托米酯，虽然快胎嘛是阳性，专案以公共危险加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定罪，以上依然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要中华 KO 有种葡萄的农民看到大阵家玲家己的葡萄都歹去，有够生气，赶去望家玲用水清加写。好，今麦县府知影有这个代志了后，要来查证敢有虐待鸟仔的事实，若讲确定会来处罚。家玲的室仔，互网仔高调，安那飞嘛飞袂起，去到要死的果农是摕水清甲怎，鸟嘛只好一直滚量。中华 KO 一个温室的葡萄园，拄着200只高粱飞入来找物件食，果农的损失真惨重。画面发起网络，刷电到互网友批评讲是酷毒动物。当然一开始是我的疏失没错了，我在这里也跟大家抱歉，我不是说刻意要虐待它，只是当下就刚好手上有个水枪啊，用就把它放生了这样子。今年2月，苗栗县的东路乡市的创园园，互民众举报讲有20只鸟仔吊伫个网仔顶悬，连保育类的动物猫头鸟嘛伫个顶悬，引发议论。这摆是伫个中华 KO 嘛引起争议。果农表示讲家己有2分地，辛苦种这温室的葡萄，即摆当时采收期。代志发生迄天是发现高粱，看到芳德农入来，佫开始伫遮，初步损失是7-8万块。迄当中有咧生气，但是事后已经甲这高粱放生，承认疏失甲各界回失咧。专家讲原来种的高粱有菌株性，发现假面就一点出现，是农作的海鸟。2只发现某一个地方比较容易有食物，就会成群结队的过去，它对农作物是一种害鸟。但如果就生态的角度来讲，也是保育团体不乐见的，因为它不是台湾原生种。依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21条规定，农民为防除野生动物危害农作物，可以架设网具予以猎捕。于采收季节结束后，请农民将网具拆除，以避免鸟类撞网受害。中华县政府表示讲，农民为了防止野生动物危害到农作，会当设一寡网仔工具，做防御性的垃圾未甲因罚。但是若是一般的民众凊彩垃圾，会当照野保法罚因30万。建议农民会当向农粮署申请补助，设防护网、防鸟仔网，伫保护农作和野生动物之间找到平衡点。若看到鸟仔查到是真的，就会甲因罚。记者综合报道。北海地出没50只，今麦阁面临威胁。环保团体批评台中港是做地开发，也开发案有的竟然无宽评，是呼吁爱全面停工，莫继续冲击北海地的生态地，危害因的生存。台中港外是侪人爱看北海地的所在，款团体多片指出，黄色范围是台电5接吞吐区，红色是中油2接扩建的位置，蓝色是台中港新的吞吐区。开发案总计750公顷，其中港区新的吞吐区竟然唔免宽评，批评这根本就是一边威胁北海地重要生态地，一边说你袂绝印。一手划保护区，一手搞破坏，我觉得这是台湾之耻啊！这白海豚已经只剩47只了，你们还这样搞破坏，是要它加速去死吗？长期关心北海地的款团指出，这不是生态问题，是道德问题。新开发的区域拢是北海地重要的生活空间，伊已经退无路啊！若坚持要推动开发，会让北海地走向无法度挽救的灭绝。对他们来说，都是永久消失的生活空间。这样子的压力，它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影响，它是一个会随时会触发它族群崩溃的阈值的一个累积效应。款团指控免做宽屏的台中港南屯土区开发，故意闪规定，明明开发案的位置就伫个东涌场内底，环境部竟然接受交通部的讲法，背书认定这是伫个东涌场外。环境部强调，本地要尊重主管机关的认定。我们并不是完全背书吼，没有所谓的背不背书吼。我们今天是依照交通部转送之后的确认函，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权责告诉我们，这个范围的确在防波堤范围内。港务公司嘛强调，南屯土区确实伫个东涌场内。这个防波堤跟这个防波堤的中间嘛，就是内啊，是没有错啊。港区屯土区是毋是伫个东涌场内？主管机关的讲法，款团无要接受。主持记者会立委陈昭珠原本要求马上停工，后来决议由交通部针对东涌场内外佮重新稽查，结果得交予环境部来厘清是毋是需要宽屏。记者综合报道。我的房间
定定定咧，哪会无去啊？韩国团体 BTS 年底要来高雄开演唱会，也这消息一个出来哦。今嘛才3月，高雄今嘛真济饭店都已经订甲满。不过新兴迄边呢，说讲有一间饭店无甲人客通知，就甲订房取消，好观光局去稽查，表示讲是订房的网站出问题，这安尼是。为着要看 BTS 在1月底伫高雄办的演唱会，民众早早就透过订饭店的网站甲房间订好势。不过最近看到网站寄来电子批，才知影房间已经互取消。业者一通电话都无，互民众是真生气。伫网络大文爱大家注意，想袂到煞有真侪网友闹鬼讲，家己订好的房间嘛去互取消啊！而且同款拢是高雄新兴区的这间饭店。有民众讲，这款做法更唔通。就是印象不好啦，因为毕竟我也是台北人，我觉得这样子应该会影响到那个对这个地方的看法，这样子。所以这个之前不是第一次了，已经不是第一次。那这样心里的感官会很不好。其实，同一间饭店伫1月底就发生同款的代志，无代无志就取消民众的订单，即卖又搁发生同款的状况。对此，饭店回应是订房网站系统的问题，饭店这边无收到订单，嘛无超卖状况，房间早就已经客满。观光局表示，经过稽查，饭店的房价拢符合规定，是订房网站系统无在料销偷大量的订单，才会刷传出有人互取消订单。后续会加强稽查，确保民众的权益。经查是今年1月底发生的事件。本局在当时第一时间就已经前往该旅馆稽查房价，尚无超过被查房价。后续我们将持续紧盯，如果有违规情形，将依法裁处。除了房间无代无志互取消以外，也有民众反映月底大港开唱高雄的饭店房价起价伤合。对此，观光局强调已经前往稽查，发现介绍拢有符合比价房价，无发现违规的状况。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也为了加强管理驾照，交通部已个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办法，中央顶3段累拢总11种的违规行为。一般驾驶人一档内若累犯3摆，营业大车的驾驶人若一档内累犯2摆，就要强制上课上3点钟。要若上档会当考驾照半档，也这个新制度3月底来实施。人车真多，道路口洗车人照规定停等互人过。交通部今年起推动真正驾照管理，对着回分制度，搁再推出新规，特定阳台累犯的强制上3点钟的矫正防治班。你连续违规的话，你可能有时候真的就是对一些法律规范的东西可能不太清楚。那你再去上一些课的话，可能加深你的印象。有些人可能觉得时间很可贵，有人可能觉得钱很可贵，所以我觉得可以刚好做不一样的贺主。这摆交通道路安全讲习办法修正草案重点，新增加矫正防治班，锁定违规阳台，亲像抢红灯、无减速慢慢驶、无依照路权驶车，3大类总共11种违规阳台。一般驶车人一年累犯3摆，营业大车驶车人一年2摆就要强制来上课。比一般违规的道安讲习也新增加心理方面这课程。那针对违规累犯的部分，在强化它的这个违规的这个风险、道路风险的意识，还有会道德层面跟心理层面再多做一些加强，给予他适当的一个教育、适当的课程。我觉得对于驾驶改变他的一个主动性违规行为上面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目前呢，警力不足呢，执法密度呢非常的低啊，违规根本不会主动去抓。事前呢没有执法密度，现在用事后2次、3次的筛选条件，这样子看起来，我们觉得你的宣示的这种效果好像会比较大。民团认为应该爱加强执法，另外也建议累犯的违规阳台爱列入逼车者危险行为，才有法度保障较弱势用路人。记者综合报道。来讲，2022年有空服员伫咧荷兰的外站去互技术性骚扰，当来到台湾申诉，桃园市府是认定讲这个性骚扰有成立，不过因为代志是伫咧国外发生的，所以无采罚款。受害的空服员有提起行政诉讼，也是败诉。也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表示讲，会来协助受害者澄清实现。也即卖卫福部讲话啊，讲伫咧外站拄到性骚扰，迄个行为也是讲结果。延续到国内地方政府会当依法处罚。2022年10月，2个空服员飞去荷兰的外站，伫当地互技师做言语的性骚扰，申诉了后成案，但是地方政府和法院落尾是认定行为低和结果低拢伫咧国外。照行政法法第6条，咱国无行政裁罚权，空服员提行政诉讼个败诉。那就像是一个阴影啊，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你没办法很确定说，因为航班会变动，人员会变动。对，飞机也可能会变动，就算安排时候没有在一起，那临时抓飞呢？
通知康复员职业工会指出讲，若是执法机关认定属地主义才当裁罚，恐惊会互更较侪加害者有脱罪的空间，因为相关法律有漏碰。若是康复员做旅游业的人员嘛，有可能有风险，会申请释宪。加在民团嘛表态支持。诉讼的时候，他们觉得会因为在境外发生而不愿意来提出，进而就离职哈，就离开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无论是性骚扰还是性暴力案件的被害人，常常都是要非常用力、努力的争取权益。可是对于行为人，他的责任好像就是轻轻放过。到本国之后，我们依然如果说有后续的一个部分的话，我们依然具有这一个追诉权。卫福部表态，康复员伫外站若拄着性骚扰，若是伊的行为结果延续到国内，地方政府才会当依法甲罚。另外，若是互女客性骚扰，是适用性别工课平等法，还是性骚扰防治法，需要进一步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好，也为着要加强性骚扰防治，卫福部伫咧113年修正性骚扰防治法来保障受害者的权益，简化申诉的流程，加重加害者的罚金。实施到即马，这2档处罚的案件计2倍。伫工课场顶面，你讲话无站在，或者是过度的追求，拢有可能会造成性骚扰。性骚扰防治法修正新制实施到达满2年，卫福部统计对113年3月初8新制就路以来，申诉案件是大大增加。对112年申诉案件2000多件，增加到114年度的3000多件。宽限性骚扰裁罚的案件嘛，对600多件，增加到1500多件。其中被害人有9成以上是女性。被害人都愿意来求助了，那我们可以认为说，这个容忍度是下降的。有专门咧处理一条性骚扰的律师提起，伊常常拄到性骚扰有分几6种，比如讲发表对女性同志歧视的言论，讲毋是笑话批评别人的身材，再来就是追求的过程，然后对方感觉无爽快，嘛互人认定做性骚扰。这个女生呢，被一个男生苦追3年，然后这个男生每天都帮她带早餐。然后这女生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吃素，请你不要再带早餐给我了。”结果隔天他就收到这个男生的素食早餐。那这种类型同时可能也会成立跟踪骚扰。卫福部指出，目前性骚扰的被害人是以18岁至30岁占上悬，而且常常发生性骚扰的场所是以公共场所占上多。卫福部提起一般的性骚扰上悬会互人罚10万块，宽限性骚扰上悬罚60万。记者陈林秀凯台北报道。民众党立委李正秀有中国籍，这个争议是继续滚价。刘委会表示讲，李正秀伫咧2023年登记参选立委，可能都有中国籍，也这个资格有记录会向中选会来说明。不过，今茂中选会委员这个人数无够，是无法度来提出当选无效。针对这站，中选会代理主委吴永辉表示讲，要用国籍法来处理。民众党中国配偶立委李正秀的争议要持续咧拖，除了国籍的问题，陆委会搁质疑伊2023年参选立委的时阵有台湾甲中国的户口，参选的资格有遗漏。李女士所缴回的放弃户籍的证明，只有2025年3月的那一份，那所以她可能在2023年登记的时候就有两岸的双重户籍，这个起算点就与法不合。柯水正强调讲，照2项条例规定，要有台湾户口满10年，才会使登记参选公职。陆委会以李正秀2025年3月份交渎职证明的时间点来认定，讲会甲中选会说明，详时中选会嘛是唯一会当甲李正秀提出当选无效之诉的机关。不过目前的委员敢若剩4个人，无法度开会讨论。人事前同意通过以后，我们才有办法组一个新的这个委员会嘛，那才有进入讨论的这个阶段。所以你人数不够的话，李正秀就可以一直当立委。那就是回归到国际法规定。因为中选会新任委员人事案要卡伫立法院，李正秀的争议要解决可能无遐快。民众党团讲已经发函予立法院长韩国瑜，要求召开调解协商，赶紧处理。我们民众党已经提案嘛，要求尽速的来做这个人事的一个确定。那他今天没有出席，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考量呢？没有特别考量。党团记者会，李正秀临时无来，总调李清良并无加解说，敢若强调李正秀依法摕到当选的证书，嘛已停诉宣誓就职，资格无任何记录。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会今仔日甲行政院版本的军购条例，甲国民党团的版本来复位，和民众党团版本做伙审查。国民党团的版本3800亿加元是引起质疑。
和国民党团的回应啊，讲是希望有春秋。美国若有好新的法技师，就会当随来便利。不过，国防部长郭立雄就质疑讲，这个逻辑未通。韩基伫咧117年结案，会当讲是封杀5大军国。立法院会初来有希望甲8年1.25条行政院版军国条例甲国民党版复位，国家民众党版做伙审查。总统赖清德特别感谢立法院长韩国瑜甲朝野党团的支持，搁再声明对国家安全的维护是袂使拍击的。我也希望后续的审查能够根据专业以及国家的需要，对国家安全的维护是不打折的。院长，来年军购3800亿元够吗？中国军费是我们的经过专业的评估跟审慎，对应台化在野支持1.25条正义版，也是国民党版本最后定3800亿加恩。国防部长郭立雄质疑哪赢版本，若做要增加其他军备，爱另外搁定条例3800亿都是真棒，而且期限117年爱执行完，基本上是无可能达成。国家 AI 辅助加4.5 ISR 系统删除，恐惊冲击建案完整。外界质疑是不是和台湾之盾失去大脑？加恩这个概念其实并不存在的，要求我们要在117年的12月31号以前全数交易完毕。我可以说，那就实质的封杀这所有5个案子。那所以我们是3800加恩，那就未来如果说美方有再给我们这个新的项目的发价数的话，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弹性，可以马上来编列相关的预算。郭立雄呼吁朝野理性讨论、合理审查。民众党团是表明，针对美国军购有3项法技术草案，后期敢若到3月15会提案授权国防部一旦成签。我们会授权这个国防部就是行政院这边可以先行对这个发价书进行一个先行的一个做一个处理啦。我们授权之后我们也希望呢要回归这个审议的正轨。我们也是乐于见到整个国民党或者说台湾民众党，他们这一次的一个转弯愿意来审这个军购。曾水雄乐见南北愿意和正义版的复位，不过嘛认为国防战略提升袂使干那复一半，也是表态支持正义版的。记者采访报道。来讲，咱台湾有海拔真悬的新闻，也新闻内底有这新闻。今麦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挑战，都有民间团体要启动计划，守护生物的多样性，互更较侪人会当看到咱台湾森林有偌水。调查人员调伫台湾生物边仔，去量伊有偌悬有偌宽。自然圈子基金会推动环境性拓真侪年，希望推动甲台湾珍贵的山林、溪流，将这的自然资产交予逐个信任的人和民间管理。因嘛结合科学甲艺术，透过展览，互大家斗阵见证台湾森林的多样性。我们跟这么多的野生动植物住在一起。形成一个丰富的生命网络。所有学过生态学的人都很容易理解，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的价值，都很宝贵。那只有守护土地，才能够维系这一张丰富的生命网络，它才不会断裂。真的不知道山里面还有那么多伟大的台湾山巨木在等着我们去发掘。所以这一路走来，2017到现在已经将近快10年了嘛。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里程碑。那这次这么棒的展览，我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展览，开启我们巨木年。展览现场有真侪相片甲影片，记录台湾有特色的生物，含介绍环境信托的工作过程。摄影师讲，会当甲台湾森林的丰富含水记录起来，是真有意义的代志。把台湾森林的美好与特别呈现在大家面前，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文字与影像，让大家认识到，原来台湾森林是如此的多样，一树一世界。自然圈子基金会表示，面对全球气候变迁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这个挑战，更加爱做好保育和环境教育，让大众理解人甲大自然的关系。台湾的生态是偌尼有价值。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咱来看花莲港口溪埔有发一种食物，有带香气，若好看，可会当做精油、做药草，又是正做港口居民伫咧栽后，搁再徛起的新出路。剪桥是细细蕊的这种花，叶啊也有树枝，拢有一种香味。这种互人叫做台湾薰衣草的食物叫做石豸灵。
第宜兰双连陂也个花莲马潭区流血拢有。它是9月开完花嘛，就开始慢慢枯萎。我们现在要采它的这个花苞啊，对不对？里面很多会有一些它的种子，我们要把它摘下来。伫花莲国河乡推展生态保育的杨国正翁仔某，几多年前伫咧马潭附近的河川地发现石豸灵，甲帮沙农场也个社区合作进行培育，希望会当变成当地第一位产业。块地是我们之前种那个犬香炉的地。哦，来，这个是犬香炉啊。对，香。香哦。所以我们要用它来做精油，我们要跟在地的社区一起做这个产业。香味，你闻看看。去年9月，马潭大水了，落雨梅南土甲保育石豸灵的农地砍掉去。因过苏秀莲杨国正无放弃，因讲这款落雨梅点都提供这种原生食物继续成长的舞台。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清掉这一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它的种子会不会没有这个地方是不是会再发芽？因为它本身就是河床的作物。如果这样的状况之下，它还可以再继续发芽的话，表示就是受灾的这个区块，未来人家都还是可以种。除了石豸灵，国河乡的农民也甲农改场合作，伫落雨梅砍掉的农地试种各种作物。杨国正讲，早期马潭区做大水时阵的落雨梅形成正快的农产，溪流虽然带来灾害，也提供重新的开始。我们的灾难是从河川开始，那我们也要从河川开始。重生啊！记者综合报道。看得出来啊。也伫咧台东有真侪特色的农产甲工艺真赞，不过呢，都是欠行销，人较唔知影。也今年金丰乡公所就创立头一个品牌，用金利来号名，整合在地业者做伙甲商品行销到国内外。金丰乡的特产台啊、鹿神、红色啊、甲树豆是金丰四宝所做的各种饮料食品，大部分的产品来台东才食会到。百万做原住民的手工艺甲服装饰品，大部分嘛爱行入部落才看会到、买会到。这些商品因过拢是在地的商店，家己辛苦经营行销。按过今年金丰乡公所编的预算，搁争取华东基金补助，打造金丰乡特有的品牌，邀请乡内独立的业者做伙签名行销。工厂还是在局限在我们原住民本身，像排湾族跟卢凯族这样子。一个人独斗跟整个团队的一个发光是不一样的。金丰乡公所即个得到17项业者商品授权做记名，以代表排湾族天火人地的文化元素，建立金字招牌。乡公所补助每一间业者30万，搁协助环境整理，透过公部门的协助，用团结力量大的理念，帮助乡内的业者建立品牌模式的行销。我们彼此之间的看见，我们找到更好的方法，让我们能够在产业上面更有机会跟世界接轨。金丰乡公所讲，后个月也会把金字招牌的商品早去各地行销，佮举办国际博览会、甲研讨会，把金丰乡的金牌商品推送到国际，也持续招募更侪乡内独立的业者加入，扩大金丰乡品牌的产品。记者采访报道。台南嘉里金东店3年一科的小人香今仔日正式起锅，连续3天来顺17角头24庄，其中捌创下金氏世界纪录的霸族真人亚钢丁上届成人目。这亚钢丁呢是由108个囡仔落去做，也这回上届细汉的敢若1岁外。天白半光，透早台南嘉里金东店标亭已经真热结，开始有高队咧弄。亚钢丁车辆透早的领子，嘛代表3年一科小人香正式起锅。上互人注意的是，专长超过200公尺，捌创下金氏世界纪录霸出真人亚钢丁，媒体特亨消灾祈福，场面真大。108的行动，哦，主要是36天罡跟72地煞安尼，来保庇大家安尼哦，会当安尼。会让人健康就对了。曾文溪溪水泛滥是因为前面抓翻身的意思，把那个曾文溪之前那个水域把它改道就对了啦。就是问，都是这样
流传下来的。顶悬这是108个12岁以下的小行动，装着36天宫72地刷，办做小行动的囡仔过程中会哪行哪对顶头压物件落来。今年传的物件嘛真澎湃，全拢由囡仔的家长家己准备的。家长讲真欢喜，互囡仔来体验在地文化，因希望借此保庇囡仔通平安大汉。兴奋明天的活动。是啊，丢了什么东西啊？红包跟糖。小朋友的妈妈之前就做过了，就是说想让宝宝保健康啊、和有期啊那样。有准备那些就是金饰，还有一些家电这样子，然后欢迎大家可以来就是参与就是5公证的那个活动这样子。夜光灯停落来时，侪信众烧钱买软夜光卡来辟邪求平安。3月7日至7、8隆重3天的庆典，庙方提醒，顶头规模真大棚，夜光灯咧行，唔通乌白冲，一定要配合指挥，照规矩来，才当感受到传统祭典的魅力。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这摆台湾灯会是办伫咧家己，新港第一公有市场古来是坑咧远，也乡公所就配合灯会，利用这个公共空间打造做灯区。民众伫市场内底花顶头前来翕相，原本一间一间无摊贩进驻的单位，即摆嘛拢有人伫内底做生意。家己县新港乡的第一公有市场，配合元宵节来打造一个拿市场灯区，希望替这个无使用的市场找到活化的机会。还不错，就是路过就拜拜完之后，可以到附近走一走这样子。袂歹啦，会带动新港一寡少年人拢会倒来出来。这个第一公有市场伫2012年改建了后，迄当阵原地的摊商都无搁倒来遮做生意。乡公所就利用这届台湾灯会伫家己来举办，邀请文创团队来到新港第一市场，透过活动设计花灯的灯区，要重新串联市场甲地方。包括后街、大兴路，啊个头前这个庙前这个新民路，对啊，咱的奉天宫的西侧的廊道，伊其实嘛有做者投影的，你会使规个沉浸伫内底的感觉。对啊，包括阮的三座的装置，拢是为咱的新港的特色来去做发想。乡公所表示，少年人倒来故乡展现创意，用活动的方式做示范，希望会当真做一个开始，让这个无咧使用的旧市场会当吸更较侪人注意，替这个所在搁找到发挥的空间。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也伫咧新竹港甲有树兴林用木头甲做高仔灯，这个手工有够有路，民众看到是真热闹。也感觉都希望透过这个训练，树兴林会当培养耐心，学着工艺。先甲起土啊，加做拄好的长度，一支一支豆豆啊连起嚟，再透过喷漆上色，真无简单，再完成好造型的高仔灯。有落的手工，互每一人看到，拢讲实在有够厉害。但是真的很厉害，而且这些受刑人，我发现他们才艺真的很赞。研究他毛像之后，我们就要顺着他的毛像一个一个去插，让他每一个牙签的方向都会同一个方向，它才会好看。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真的做出来的时候，它并不简单，因为就是我说的有很多细节的地方，你要慢慢的去调整。这高仔灯拢是新竹港仔收容人的双手做的。新竹港仔表示，对受刑人来讲，时间是上大的敌人，嘛是上好的老师。有不少受刑人伫经过几年的训练了后，即马已经有工艺师的水准，也透过做工艺的过程培养因的耐心。至少要10个人以上的时间，然后耗费8个月的时间去制作。那他们会从设计开始，然后做铁架，那还有后面的工序。那他们在这个很漫长的时间里面，借由这么困难的作品去磨练心性。除了好造型的高仔灯受到大家娱乐以外，新竹港仔收容人的作品，搁伫今年台湾灯会机关团体组摕到全国灯王的奖励，也希望各界透过作品看到因的改变。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柯博基接受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质询，柯博基表示讲这个情报有显示，伊朗可能会伫咧1个月内摕到核武对美国发动攻击，所以美国大声动手，表明因的野心，可会当来威胁全球，包括讲中国的威胁。不过有专家认为讲柯博基的讲法是欠证据，质疑美国拍伊朗的合法性。We're concerned that the president and his staff and minions are disrespecting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科博基西5伫众议院听证会受到民主甲共和两党议员严厉质询，质疑川普过去一再讲美国发动新的战争，准确是改变，对伊朗开战进程并无充分来通知国会，却是对能源这民营的企业来申报告，要求说明这个行动的目标、进展、透明度甲长期的策略。科博指讲，军事策略是符合川普用实力来维持和平原则，要摧毁伊朗的常规战略，协不野心。讲这一切拢照进度来进行，毋过无提供详细情形，也讲这对着合作中国这全球威胁有帮助，正密切来观察其他稳中对手的反应。You think it deters? It contributes to deterrence. Yeah, I think that's fair. Okay, and yet for years you have argued that supporting Ukraine does not help deter China. So can you square that circle for us? What we're doing right now in Iran, if we were in a conflict with China, would we have the capacity to do both? Sir, I think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in large part because of the president's leadership. 川普为军事行动辩护，讲情报显示伊朗可能特别伫一个月内得到协捕，并且首先对美国来发动攻击，所以决定先采取行动。不过国际法专家是强烈来质疑。So the U.S. Israeli attacks are clearly illegal. There's really no doubt about it, and there's simply no evidence that Iran was imminently going to attack either country by nuclear weapons or otherwise. 伊朗面对美国甲以色列联手攻击，伊原来对抗，并且甲战火扩大到周边的国家。BBC 分析指出，伊朗的战略目标毋是追求战场的胜利，而是确保政权的生存。伊朗多年来用建立以飞弹、长程无人机，抑个武装科学盟友为核心的合作网络，必须美国甲以色列动用珍贵的拦截系统。提悬战争的成本，也经由威胁全球能源通道、荷姆斯海峡，影响油价，并且增加停火压力。伊朗特嘅算盘是，即要动价比对手更加久，就使互对手承受更加大的政治经济压力，达成战略目标。广西新闻是会中编译。也今年初，美国掠走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今嘛是到临时政府咧接管国内的政务。今嘛美国宣布讲，已经甲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委内瑞拉会对外国公司投资矿业提供安全的保障。和美国甲委内瑞拉处理起来，今嘛是咧对付伊朗。也后一个会是啥？川普讲啦，但解决伊朗转换古巴。层层清晰的特种未来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带领美国内政部长伯根入去会议室。美国第一今年初抓捕未来瑞拉总统马杜罗了后，美国是成立临时政府，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接管国内的政务。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能够渐渐恢复双边关系之下，双方已经同意恢复外交关系，而且会合作分阶段推动未来瑞拉过渡到民选政府。This country is goi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happy to be a supportive partner in this progress. 因为未来瑞拉国内的矿产是真丰富，生产包括黄金、钻石和阿鲁米土等等，制造电脑和手机的相关原料。但是目前工厂的产能无够，佫需要大规模的维修、扩建和升级投资，加上开采矿区，有真侪武装团体的活动，为着摕到这个矿产大幅提升石油的产量，为国嘛承诺对外国矿产公司的投资提供安全保障。We've just come off a fantastically positive, constructive 2 days of meetings. We had dozens of companies her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ere interested in investing in Venezuela.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is government very concerned about, providing the right kind of security. We heard assurances in the meeting today and yesterday. 到底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针对伊朗做攻击的时阵，美国总统川普初5伫白宫接待2005年美国职业骹球大联盟 MLS 冠军球队的活动顶悬，佮讲出惊人的言论，表示等解决和伊朗的冲突了后，就要处理古巴的问题，但却无说明执行方式。We want to finish this one first, but that will be just a question of time before you and a lot of unbelievable people are going to be going back. 美国对1月开始对古巴做石油的封锁，加上过去供应古巴石油的未来瑞拉总统马杜罗，和美军掠去，和古巴有切着友伴关系的伊朗，目前嘛受到攻击了后，和古巴的经济危机更加恶化，造成国内长时间失电、欠燃料、物价大起等一堆问题。当地初时首都哈瓦那搁一摆大停电，民众直爱初5才恢复供电。古巴能源部的官员嘛，甲失电怪伫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能源封锁。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
看到西班牙巴塞隆纳因举行世界行动通信大会，内底是未来机场利用人工智慧做种种系统，减轻请人的成本，也可会当收集数据，降低飞行机伫咧地面的碳排放量。飞机停塔台只是降落伫机场，搁厝到正确的停机坪。像这种航班起降，全球上无用的美国亚特兰大机场，一天就有超过1000架次。另外，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统计，全球的国际旅客量嘛伫去年增加7.1%，预定今年也会成长。为了因应全球一直升悬的运输量，甲提高机场运作的效率，世界行动通信大会的未来机场展区，就为人工智慧产生更侪服务。英国伫机场内，为了体贴社会人甲行动不方便的旅客，也是赶时间的旅客所设的爱心服务车，即摆会当改做自动驾驶，伊会当伫真客的环境来导航，佫会当主动闪开障碍物，减少人力的成本。Every person that needs an help or want to be transported inside an airport could take our self-driving robot, like Uber for indoor spaces. 除了载客，这个自动驾驶移动的载具，也会当搬运行李。当因伫人阵来回时阵，也会当做电子看板，为旅客提供航班资讯也是广告，一车多用。这个移动载具已经伫法国、意大利的机场伫使用，目前嘛当伫英国甲法国试营运。另外，透过 AI 系统，机场也会当收集各项数据，协助缩短排队时间，也是请旅客开搁侪时间伫免税商店或者是餐饮店馆增加消费。根据调查，机场内底有一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飞机伫地面处行，也是停机坪等待起飞时阵。参电厂商讲，若是用 AI， 就会当检查倒一寡所在有用上济，才通改善流程。By saving fuel, you also save emissions. It's good for the planet. It's good for the health of the people, and also it's good for their wallet, basically, because you also save money by saving fuel. 参与未来机场的厂商讲，这是未来的趋势。佮以欧洲其中一个碳排放量上悬的机场——法国戴高乐机场做例，讲若利用 AI 改变操作流程，伊相信会当互戴高乐当年减少5万吨的碳排放量。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观众朋友，东北季风是继续影响咱台湾，这方面北部甲东北部 AM 到明仔载下落雨。也中南部是小落好天，不过呢，早云彩较大，就要注意。后礼拜一甲后礼拜四，阁有2阵东北季风落南。未来几天哦是湿湿冷冷，咱来关心明仔载气温的变化。北部地区16度至20度。中部地区15度至24度，南部地区16度至28度，东部迄边16度至24度，外岛地区11度至20度，还阁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Thank you.